歡迎大家各位嚟到亞廣新聞報導沙雕版粵語版第一集。今日我哋有我哋主持人阿廣嚟為大家報導新聞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新聞，我係你嘅主持人阿廣。好快2025年就結束啦，咁我哋今日就嚟睇下2026年嘅奇葩新聞啦。2026年嘅第一單新聞咧就被人稱為毀滅三觀啊！原因係因為一名中國籍嘅男子喺法國車站嗰度抌大便。呢一件事經過咗法國嘅警方同埋中方，該男子被拘捕嘅時候，有4名嘅嫌疑嘅4名受害者都係被帶回錄口供。法國警方就隨後召開記者會，並且表示呢次嘅案件係令人作嘔。衛生部、警方部同埋特警都已經出動，並且表示嗰4人已經留院，冇任何嘅意外，只需要再等幾日。而嗰4人大部分都係中國公民。據對呢名男子名叫鄧子謙，係早前因為夫妻嘅關係不合而離婚。而且警方咧喺接到呢件事件嘅時候，都獲得啲更加重要嘅陳詞。據對呢名嘅仁兄，因為有呢啲精神嘅問題，所以咧就會有啲精神唔好嘅一啲狀況。法國警方亦據呢一單案件會回饋俾中方去處理，而中方亦第一時間對呢件事喺報紙同埋唔同嘅頭條嗰度就講咗，話呢一件事係一件非常之嘔心嘅事件。佢哋已經去觀察男子。該男子觀察2日之後冇咩大礙，但警方依然會同當地嘅德國官方去繼續評得呢件事。呢件事中方係一個不愉快嘅記錄，但係佢哋好快會作出官司，然後去將呢單案件徹底去取消。今集我哋就去睇咗呢度先啦，拜拜。